队，嘿，爸爸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文队。走啊文，文啊笑，笑嗨嗨，100万摕过来。好，来第二组来宾，欢迎咱一队， 1、2、3，咿呀咿呀，一定赢！对啦，好来来，对啦，好啦，希望两边拢会当赢啦。来，咱即马上擂台，驾！来欢迎赛里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，是来介绍阮这组的来宾队长，阮的嘉文啦。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走啊文。是，今日要来摕100万啦，好嘛真久无来安尼，真久无来啊，真久无来啊吼，食久无来啊，最近酒够咧啉嘛？当然嘛是。当堂个公司你就敢若会记你人这尔，嘿我嘛真爱啉啊人是淡用的啊啦淡散，的嘿，啊，甲朋友讲心情的时阵，通来啉一个来，心情一个安尼才有啦。灵感写歌。无唔对，今日家己好朋友拢带来啊！来是来先介绍你的好朋友。来头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君啊。阿君啊来啊啦，阿君啊今大嘛有来对哦啊，这队不哩强哦。哦，好，来个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建行，嗨。哦，阮拄仔甲你讲，你的台语真好呢，安尼啊阮拢唔敢邀请你来，因为感觉你拢应该是讲华语的吼。华语甲日文啊，台语真好啦。台语今日真好是讲看卖，是今日哎，讲看卖，搁通啊摕钱等。对，加油我加油若普通是有啉一个嘛，是拢加这位。安尼啦，朋友啦所以讲好朋友，所以即马要搁介绍落去咧嘛是恁一个朋友嘛。哦好，来咱介绍恁一个朋友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瓜地豪。啊，拢是老司机的呢。对，老师进前嘛有来，嘿啊吼，老师就有喜感，足高追的，嘿啊，好来，搁杀入去到恁迄边安尼，哦，是。嘿，咱时间留互迄边，因为迄边较少年呐，哦，来，欢迎咱这边啊，咿呀乐队的队长啊，重要。哎，你好，大家好，阮是咿呀乐团，我是重英。啊，来，先介绍。好，啊，这是我的队员。是，来自我介绍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邱英静。英姐，欢迎，来搁杀入去咧，大家好，我是孙碧元。哦，片去玩，完，好，来搁杀入去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小弟。小弟，嘿，今日咱来是作品来哦，哦作品吗嘿作品哦，来，新介绍一个，的作品对介绍哎，阮伫7月份的时阵发行阮上新的一块唱片，是叫做《爱的对白》。是啊，内底敢有拷贝？阮无录，啊，毋过阮内底有收一条台语歌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内面大家拢有受迄落，你是演出的吗？哦，我是唱歌、唱歌主唱，主唱阮位两个主唱。嘿，啊，主你是我是大贝斯的。哦贝斯的。啊，哎，拍鼓。好，今日是不是有要表演就敢表演者嘿阮唱一条阮的台语歌叫做 Maybe Maybe。 ，maybe，反射，对，万岁！真牛逼呢。好，来，咱就要介绍咱的台语歌老师。来，华夏欢迎来翁秀荣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咱的音乐有台语，大家听甲拢欢喜。好，无唔对，大家拢会足欢喜的啦。愈听愈欢喜不过若要摕到100万，会更较欢哦哟喜哦。是，不过咱爱拼3关呢。是所以讲咱今日要甲成绩跑好哦。加油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花大饼，好，台语是毋
心事大调查，是安那调查？什么款的物件，即马台语上侪人安尼讲，还是无共款的讲法？是，啊，等一下啊，阮两个讲的答案拢是对的，拢是对的哦阮就是要看讲，哎，即马打一个较侪人伫讲，啊，较侪人互恁来选择安尼无啦，错无错好，来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中3题，三题3题啦，拢对，上侪摕到6000块哦哦。哟，当然嘛，甲6000块先摕起来，啊，风险会当分开哦哎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蛋挞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蛋挞真好食。好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两鸭饼。来，大家看到哦，有哦，中伊的鸭，伊的鸭就是线，对对对对就是鸡卵哦去拍的嘛，对不？对对对是啊，我简单甲反过来就是两鸭饼，两鸭饼，两个鸭啊，还有做出来的饼，哦嘿，两鸭饼，啊阿雄，我这边是鸡卵塔，鸡卵塔，哎嘛是对啊因。为蛋挞啦，哦蛋就是鸡卵嘛，是塔就是塔，哦嘿，所以我就是照你直翻，你嘛是直翻的就对啊啦。鸡卵塔。两队请选着哦，来哦，选一个哦。阿雄，边一边。哦，来，诶即马看到拢是你鸡卵塔，鸡卵塔可能是迄个塔吧。吼，来问一个哦，来，阿鸡文，蛋挞就是直接反过来就是鸡卵的塔，鸡卵塔，鸡卵塔感觉就是人的直觉啦。哦是，就安对尼安尼翻译。我阿嬷讲吼嗯，啊，我要啉茶，你帮我买两个卵塔倒来。啊，卵啊，塔，卵塔，伊是无是鸡啦吼，哎但是就是卵卵塔塔我感觉较接近啦。是，到底是我的两鸭饼。还是我的鸡卵塔咧？来哦，咱看一个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鸡卵塔。嘿，正好拢无红骗哎你哦。呀，好，这个鸡卵塔占67.6%，啊，两鸭饼是占32.4%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大家是较接受这个鸡卵塔，还是阿嬷讲的卵塔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促销第二题要来啊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黑洞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这有略略啊困难吼。黑洞哦，黑洞嘿，美秀这边是太空光雷啊症，是安怎咧？来，咱看到乌乌嘛，嘿，哇，光雷啊，龙卷风光雷啊嘛，光雷啊风吼，就敢若像咱龙卷风安尼吼，啊来个一个症，咱头壳是毋是有一个症？有，哦，就是太空看起来就是乌的，边啊绝对有画真侪星啊，什么话，所以讲我甲看做是敢若外太空的意思，就是是太空光雷啊症，嗯，哦，啊你的啊那我就是直翻啦，黑洞，是安那你的十简单，乌洞，因为我读个较简单，乌太简洞，单了，乌洞，黑洞哦，就是一个真正有影就乌的嘛，对啊，但是我感觉选阿姐你这个听起来足高级、足有科技感的呢。太空光雷啊不，过足麻烦的，这若是讲剧本哦，真正会甲家己弱死。唔是啊，若是我，你看我讲乌洞，一般人讲可能听袂到。不过我唔知影两边到底是要选我的太空光雷啊症。啊，是要选我的乌洞呢？来哟，您请选择，必须阿雄，边一边。嘿，其实啊，这两边的拢不哩简单，但讲拢甲我共款，嘿，就是安尼乌的嘛，嘿啊乌洞就好啊。乌一空乌洞嘛。哦，对对对，不过我嘛是爱问一下啦吼，老师老师，我因为我迄光雷啊，整天还跟他下面绝交咧。哎呦，应该不是独龙传哦，的。太空光雷啊症绝哦，交，所以应该不是，我感觉应该不是。简单就好啦。简单就好。好，来，咱这边的，我想讲，因为英文内底是 black hole，哦应该是啊，所以嘛是那是共款，应该是嘛，有叫欢，就有道理。嘿好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乌洞。两边拢在熬啦，来。好，乌洞占70.2%，啊，太空光雷啊针占的是29.8%，所以大家思考拢是愈来愈简单，所以用乌洞这个词真水，多谢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
公主病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尿胶，哦，是安怎咧？你也看你这个人，哎哟，这尿胶，迄就看一个人就歹思考啦。你也看伊的表情，你就知影嘛。足笨蛋的。哎哟，嘿，上好是边仔有电风啊啥，无就是有开时间随时有人咧边仔甲思考就对啦。对，尿胶。啊，你边呢？啊，像我这边是晒太边。晒太，因为台语就讲啊嘛，晒太啊，听过，咱捌听过。任性。卡袂着就晒太啊，这我袂，迄袂用的，爱拢爱照我讲的做。嘛是共款歹思考迄种嘛，只是讲你的是态度。我的是一个气。你是一个形容词，我是一个名词。无唔对，两边请选择。哦，这下歹选啊！哦，其中差不多。哦，哎呦，这边甲风险分开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来，要来听。应该是捌听过雅文。尿胶我捌听过，因为有傲娇嘛，嘿啊，所以可能甲这有较淡薄仔同款的意思安尼。做骄傲的啊，做安尼娇气的安尼，公主啊，系啊，别玩，别玩。我感觉这字唔是足久以前就有的，而且白听起来较严重。是。白人的时阵，你有晒太病，晒太病啊！你有晒太病啊！对，嘛有道理。有病啦。咱问伊上准。对。因为这拢是因为即马要学少年仔学的，吼，会台语。我感觉伊讲了袂歹，有一个病伫咧内底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晒太病。今日在弄你的，拢全是我的啦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分数先甲加入去，咱的一堆。恭喜得了1枪。好，这个晒太病伊占的是71.8%。啊，尿胶是28.2%，哎呦，所以差足济哈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咧讲这个个性，因为咱遮讲公主病，可能较偏向查某囡仔啦哈。啊，有可能你会感觉想要选迄个尿胶，还是爱胶？爱胶就较大人气啦哈。啊，不过咱这个晒太，因为两种拢会当用，包括你晒性地啦，还是讲这个人歹款待啦，还是讲这个人足够起炉。哈，还是讲足焦头的，甚至讲拢啥物代志拢唔做，手不动三宝。哎呦，咱拢会当去讲伊这款个性，就是一般来讲男女拢会当用到。好啊，因为这个所在，咱一般来讲，可能大家去调查的时，会感觉讲就是一种状态。啊，因为网络有人。即马教育部定义是定这两字，毋过之前网络有加定迄个指使带晒的晒，态度的态，所以有可能大家就会选这个，很感觉伊态度无好，哦，嘿，毋过咱教育部是定这两字，所以大家爱就是支持教育部的定义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看分数，看阮文家，文家即马有4枪，咱伊家咧，哦，加1枪有5枪哦。好，进来咱的第2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咱等下就要去看过去。无错啦，有内面有啥个活动？活动啦，啊，有可能是，譬如讲市集。哦，卖物件嘛，有可能是工课啊，比如讲做田呐，还是咧试物件、种菜这种嘿啊。我拢会甲你问题哦。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啊，拢总4题，4题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答。啊，若是拢对，说上侪得到12000哦。哦，每一个人有3000的意思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甲这水先提起来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头前会先提示哦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1920年代新运河的时阵，迄个通船入市的迄个影片。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哇，真正咧晒咧，你看哦。对啊。哇！哦。
哦，你看伊是温和，所以是河面无真快哦。对，哦，啊，船啊较细只。这应该你应该有识哦。有看清楚哦。听我讲，车手带咱叫你出入去哦。好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伫咧外海的船吼，会使顺即个水路入去咱台南市区，吼，甲咱市区的欢迎规个拢带动起来。啊，亲像即款的水路叫做啥物？哦，水路这款的水哦，是，我拄啊应该有头拄讲到嘿，哦。我嘛无拄好讲出来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车手答。哎呀，哎呀，中来英，中英先讲，应该是吻合，是是吗？是，你确定就好。是。倒位的？哎呦哎呦，讲袂出来哦！哎呀，是呀。唔知。哦啊，所以讲你讲的是吻合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吻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吻合对唔对？对，会使。哦。好，来，分数先甲加落去。终于得了3000咯。嘿。好，因为咱问水路啦，吼，啊，若是讲地点，可能爱加台南运河，啊，迄地方顶管嘛有写台南。好，啊，这是迄个1922年的时，迄个台南新运河开工了后，伊即个成果，啊，像咱有新个旧，就是旧的，因为以前伊遐水路要入来，遐拢有昆新啊，还是讲啥物吼，有自然的即款河道，迄个溪道嘛，啊，毋过近就是讲去即个新运河，伊有3公里、3公外里，啊，佮有37公尺宽，啊，佮会较深，就是较袂去就是靠搭安尼吼。所以即个新运河是以台南入来市中心，1户2.3万甲，所以要甲迄个商业早去市中心，啊，毋过到市中心佫有一段距离，所以伊需要内底佫有小可用一寡细只船啊，迄款细只排啊，直接会当过去伊迄点仔内底，点仔遐，嘿啊，所以迄是一个真特殊的台南文化，嘿。来，咱后手佫有3个人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换人。第2位啊，好来，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，以早农业社会天还未光的时阵，咱的农民就会赶牛去饲鸡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不能跳，这应该。哎呦哎呦，啊，遮侪人。足早期的时阵，遐个牛咧买饲鸡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所在叫啥物呢？唔知呢，牛无头哦。两个字尔。两个字啦。嘿。啊，台南上有名的。唔知呢。唔知。牛壳。牛壳。早期牛只买卖是鸡，叫做啥物呢？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，以早农业社会天还未光的时阵，咱的农民就会赶牛去饲鸡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饲鸡。哇！牛车。牛车个啥？牛什么？哦。哇，不能跳。这应该。哎呦哎呦，啊，遮侪人。哇，这种光景看无啊啦。对啊，即马无啊啦。是。少啊少。好，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带恁来看的是足早期的时阵，遐个牛咧买饲鸡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所在叫啥物呢？好，来手讲好哦，请手答。知影就吹先再讲讲。来，好来。好来，唔知呢，牛无头哦。两个字尔。两个字啦。嘿。市场啊，就市场就饲鸡啊。台南上有名的。唔知呢。牛壳。牛壳。诶。
甲牛壳的遐就对啊。是就一裤单呢。哦，一裤单呢，一裤哦，一裤安尼啦。一裤有影呢。干嘛呢？是，你确定要牛裤？啊，用药的啊，无唔知影。好啊，我讲袂歹听咧。袂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牛裤对唔对？唔对。哎呀，是不要紧。啊。好，你倒位啦？叫一个，我是台中的。台中。台中。安尼你真正会摇一个。我会叫牛翅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牛翅对唔对？袂使。因为这是迄个年代一个讲法。一个讲法。好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伊正确答案是牛墟。应该有听过，就是一土字边啊边啊，就是鱼类的鱼啦。啊，所以这字伊就是讲规个土，吼土堆，也是讲迄个砖仔头，也是一个市集。啊，毋过咱以前拢是用牛墟迄个词，啊，伫咱台南善化搁咸水以前拢有即款所在，所以咱的影片内底因以前拢烫只骹，啊透早就赶牛去迄个所在，啊，大家伫遐毋是干那买卖牛尔，因为当时搁会买一寡迄个农具，也是一寡。要做工课迄款嘿简单的铁器安尼，嘿啊，所以咱即马台南因的牛肉拢是透早位遐来啊，现用烧滚水啊落去呛出来，嘿拢真好食。啊，迄个词因为是专有名词，虽然知影是市集，毋过爱讲牛墟。不要紧啊，后手阁有两位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好，后来我先提示哦，来上个咱下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吼，是迄个纯手工制作的棉笑皮。哦，作为棉笑皮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我细汉我看过咧，隔壁是做棉被啊。哎呀，哦，一直拍。哎呀。我一直拍，一直拍。哎呦！啊，佮用迄落安尼扭过来，安尼叠迄个线，扭过用一个曲线，佮叠迄线。哦，即马这手工的面皮真罕咧看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来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咱头拄看到就是用迄个大茎吼，甲这棉啊。大好松。啊，你敢知影是安怎爱甲这棉啊大好松咧？是安怎咧？来，手放好哦，咱请抢答，先抢答，佮讲，是安怎咧？伊功能会安怎？因为棉啊本来伊个是结规圆嘛，是，吼，好啊，伊用拍的还是用胖的？吼，爱甲伊的迄个空间拍出来。对。啊，咱迄棉啊，就是要有空间，咱才会当做棉照皮。是。所以我的答案是，甲伊变做有空间，互伊会当拍互较松的安尼。是，啊伊夹落去安那？夹落去会烧啊。哦。所以你的答案是拍互松，你若要。这个棉照皮要困的时阵，才会烧。哦，加的时阵才会烧啦。对。后来老师加的时阵才会烧，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来分数，今日你就3分咯。好，这手工的棉照皮，伊用的迄支茎吼，迄条线是叫做牛筋线，嘿，所以伊就是讲足有力的，啊，一直咧弹，一直咧弹，啊，因为咱空气若拍互松了后，伊等于会甲外口较冷的空气较袂走入来，所以是有保暖迄个互烧落的感觉。啊，毋过另外佫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讲，你甲用互松了，因为咱爱甲剃开，剃互较平，好，所以会当互迄个棉啊较娇稳的，啊较。了后较用布，较落去家放天哦好势，安尼以后较袂讲要困的时阵结规圆，好，所以会当互较少的困互较少的，也是互较平的拢会使。够一位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来上尾一位啊哦，即马8000，甲咱的7000，嘛是共款，佫差1000。好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是咱瓜田乡水面的
标准。哦，水面的标准哦。没错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哇！哦嘿，哈。菱角。哦，你看了，你看了哦，船顶足多哦。对。哦，你即摆搁真济哦。系啊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哦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头拄仔看到影片内底，迄个农民吼，白船啊，伫咧挽迄红色的果子、果实，你敢知影？因即个农事活动是咧做啥物？伊拄啊，你创有看到哦，迄啥货吼，咱创啥哦？好来哦，咱请手答，不要紧，先随答讲。哇，你创啥？你有看到哦？伊咧收的，嘿对。哇，迄是先生叫啥？嘿，寒电。哦，寒电上有名的。菱角。嘿，伊咧创啥？伊咧创挽菱角。哦，哎呦。哦，不要紧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挽菱角。来，老师，挽菱角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这个所在是台南关电乡，哈，所以咱这是台南最重要菱角的产地。啊，伊迄叫做漂船，唔是真正船呐，就是专门咧挽菱角伫咧迄个顶悬咧作业用的。啊，咱台语有一个俗语叫做菱角脆，无食大心亏。好，虽然是迄讲面相啦，啊，毋过买当讲即个菱角是足好食的，啊，一定你若有一个菱角脆，你就就爱食迄个物件。好，所以有两种解说当入去讲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看分数，看阮文家的分数。即摆有1班。哎呀，来咱伊家咧。哦，8分。哦，袂歹，差无济上好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一个衣裤啊，哦，中一个问号，后边有8提示，问号是啥货咧？问号代表的是无共款的奖金。哦，奖金伫问号内面哦。少的1000、3000，啊，若多的就是12000、15000咯。哇，1000到15000。加油加油！好来，啊，咱的提示咱念一下好无？好，来。来，头一个金曲，唱，糕仔饼，是游台湾，K。林献堂，台南新明体，啊，有一个就是互恁救命的机会啦，救人哦，队长咱也唔知影，通下问咱的队友，好，就讲这个机会尔。啊，个第2个就是讲哦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下先选，看你有幸运无，通下甲15000先甲，嘿，摕起来无？好，来，咱这边先哦，要选多一个咧？选唱袂歹。是唱还是唱？哎，讲我清楚，唔是唱。唱吼，好来，咱看下唱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不要紧，哎，1000豆豆啊列哦，好，上好通平分哦。加油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伫咧演唱会歌迷真爱发的encore，伊是对英语还是对法语来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英语还是法语咧？好来，应该是为法语来。法语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法语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000咯！好，这个 encore 伊是念做 ENCORE， 伊的拼音哈，啊，所以伊其实就是英语的 again， 就是搁来一届的意思，所以一定爱就是小可无落落来了后，啊，去出来，安尼较有算做一个 encore 安尼，嘿啊，因为这是以前大家对这款演出的迄款就是讲伊的赞声嘛哈，啊。英语受日语的影响，阁有足侪，譬如讲，咱常常听到的即个 fiancé，
好的未婚夫还是未婚婿，所以其实迄个语言拢会互相流通的。哎，来哦，看万五的倒哦，加油哦！阿文，算一个，来，你感觉倒一个？啥？金金曲，金曲哦，我感觉咱家拢是伫做金曲的。无唔对，迄边嘛是，还拼拢是哦。好，安尼就来选金曲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金曲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9000袂歹哦，差距都万9安尼。系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金曲奖的奖座外形有一个真水的造型，你敢知伊的灵感是来自钢琴还是白绡咧？有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是有看过，毋过我唔知迄是啥物咧。啊，你有一个咯。救人哦！你都毋是有真济的。你当然嘛有啊。金曲奖是对以前到今卖，所以伫以前的乐器一定是。金曲奖的奖座灵感来自钢琴还是白绡咧？请问金曲奖的奖座外形有一个真水的造型，你敢知伊的灵感是来自钢琴还是白绡咧？有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应该听过就知啦。你应该无看到钢琴嘛？ 3、来，相信2，应该无看到吧？我是有看过，毋过我唔知迄是啥物咧。我去研究过呢。意思，啊，你有一个咯。救人哦！你真正要救人？我问下老师啦。问老师哦，我来啦，紧来救人哦！老师老师。恁都毋是有真济的。恁都唔是真济。因为咱的金曲奖，吼是对顶以前到今卖，啊今卖已经是第36届，是，所以伫以前的乐器一定是白绡，毋是钢琴。甲咱共一条心好啊，共对共交心。好好好，来白绡，白绡，咱来看下白绡对唔对？交易你就高清咯。因为这个白绡伊是较古乐器，而且世界各国的古文明的文化内底拢有白绡。啊，过来拿钢琴伊爱有长笛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咱的金曲奖是安尼。啊，伊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因为迄个形摆落来，伊当初是选清朝的一个白绡来去画，啊，所以伊摆出来就是曲迄字，金曲奖的曲迄字，然后。因为伊顶悬，恁敢有去甲算看伊有几撮？哦。因为咱白绡有足侪撮，啊，迄内底有7撮。好啊，所以咱一般咱伫个咱的文化内底，就是拢会用即款卡数，1、2、1、3、5、7、9，好啊，这较会当变做是一个较用的。较好结调的物件，啊，你若算讲9是极用啦，咱一般来讲，迄个7会较好，大家有一款中性的感觉。啊，毋过因可能当初无去想到讲音乐有迄款生命的中性，啊，毋过就即个7撮清调，因咧用即款的物件，也是咱的窗仔门，迄也是较大遐厝迄款，拢一定是阳数，就是较用的即款数字。是，两位好我看者，摕出来小算白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算一，对对对，搁算者，搁算者。好，好来换你哦。重音重音，新明体，新明体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新明体奖金有偌济？有3000，哎嘛袂歹哦。加油加油！差去就对啊啦，吼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淡水河边看迄粒山，因为外形亲像倒一个神明摕伫遐，所以互人叫做什么山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淡水河边大家拢看过哦。对啊。来。救人哦！哈？救人？你是救人？这还救人？啊，伊可能毋是台北人啊，可能是。来。对，应该是观音山吧。
应该是应该是观音。好，确定。观音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观音山对唔对？迄个观音山，伊是算做体嘞，哈啊，伊其实是规个草山、阳明山这款火山的地形，安尼延伸出去，哈啊，伊悬是616公尺，其实无讲足悬，啊，毋过伊较有名的一个所在叫做华语叫做硬汉岭，就是硬汉岭岭的意思，伊遐是600公尺安尼哈，啊，一般这个观音山来讲，因为咱淡水这夕阳足水的，所以有人翕出来上，有当时会翕到观音那像透一个这个莲珠共款，所以其实迄对大家信仰甲期待，啊个迄款美感，拢是足有影响的。好，来哟，佮继续哦。来哦，要紧，要紧。要紧多一个。台南啊，台南啊，是你台南人嘛？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台南的奖金有偌济？50万啦。好，来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真有名的点心观察帮，较早是用一种特别的食材来做内鸭的料，所以你敢知影伊叫做什么帮呢？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，什么帮？嘿，除了观察帮以外，有一项特别的食材伫内面。对。特别的食材。特别食材。你特别的食材。特别的食材。刚想要讲四地帮两个，哎，个是，观察。咱今晚嘛定来食着啊吼，是毋是？咁是地瓜。哦。内底有地瓜啊，啊，佮有啥？佮有花鸡。嘿。另外一种动物。啊，咱今晚无特别的啊，以前的人真特别啊。今晚食袂着呢。啊，以前的人吼，食迄个。哦。食肉就真特别啊。是。安尼我感觉爱地瓜咧，因为我感觉地瓜较好食。我感觉伊个就是迄个胖虎加迄个地瓜较 match， 较调味，较会下啦。系啊，我感觉较会下。所以地瓜，我来地瓜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地瓜对唔对？好是鸡肝啊，鸡肝。好，我无食过鸡肝的呢。好，这个是迄个伊的发明的人叫做柯洛伊先生，啊，因为伊有学过西餐，所以伊就是甲迄熟胖，就是做较厚的，啊，然后乌乌的迄个外形嘛，吼，啊，因为伊当初用的就是鸡肝，所以伊叫做鸡肝帮。啊，毋过有一个教授，吼，伊就是带学生囡仔去遐，啊，看看讲，啊，你甲哪观察安尼吼，别说因即马咧学的迄款观察帮，所以讲好安尼自今仔日开始，就甲叫做观察帮，嘿，所以毋才会改即个名，啊无本地内底原料是迄个鸡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不要紧，购物免烦恼。购物万利，来，加油！万利万五的。经到一个林片我嘛咧想，因为阮三个是台中的嘛，所以应该是。是哦。所以你算的是。来，咱来看一下林献堂的奖金有偌济？5万哦！哇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日本时代的文林雅士林献堂高显营，捐钱予日本政府创办第一间专门收台湾人的中学。你敢知伊是即卖倒一间学校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应该是即卖的台中一中。台中一中。你是读台中一中的吗？嘿，我是读台中一中。哇！高读书呢？真好好啦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是。不好不好。阮三个都是台中一中，是阮三个是同学。哦，原来哦，台中一中对唔对？恭喜得了万利哦！哇，冰雹，哇，厉
啊，厉害厉害台中一中就是因为拢无互台湾人读的，所以这林献堂、佮高显荣因这几个人，佮有足侪人啦吼，因就做伙要起一个互台湾人读的这个中学，拄开始是爱读4档，吼，所以1915年设的时，后来校长因遐列一个讲，咱台湾人初无中学。有食自本校开始，吼，所以迄是一个文言啦。啊，毋过就是讲有迄款台中，若像台湾的正中心的迄款骄傲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15还未出来哦。 15来看这倒位哦，哈，看一下哦。来，要选倒位。那经由台湾好不？好，去游台湾。来，游台湾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袂歹哦。他去游个冰盘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历史记载，什么人真正捌来过台湾呢？是清朝的嘉庆皇帝，还是日本的玉林皇太子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捌来过台湾。捌来过台湾哦。来，7。我细汉的时阵拢咧看歌戏啊，是啊，就是伊的名就是叫做嘉庆君游台湾嘛，是，所以应该是真的吧？你嘉庆君游台湾有来过哦？系啊，我感觉有来过，啊无伊伫迄个台湾遐个熟识做囡仔，啊，佮有迄个，系啊，佮有介绍这是故事啊？迄是故事吼。你给我提示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因为真侪人拢互骗过。真正哦，哈，你会欺骗我的感情啊？我最相信的呢。万一你冇用欺骗啊？冇用欺骗哦。是啊。你也想我真足。是。日本。哎呦，你知影答案票？哦，有苦笑哦。嘿嘿嘿。对，清朝嘉庆君。啊，你敢是倒一个？哈，嘉庆君，啊，咁唔过伊真正无来过哦。诶，电影嘛有做超人啊，敢真正有超人？哎啊，咱像话你甲改团，嘿啊，你蒙骗去啊？老蝙蝠侠啊，我做好骗原来拢讲出来，你讲蒙骗去啊？安尼我先选日本皇太子，啊，我等于去问叶兰姐好啊。好，谁人要甲我骗？系啊，我感觉伊自细汉就甲我骗，安尼我感觉我无欢喜。我最相信伊伫台湾就是做一个故事嘛，迄个行侠仗义啊，就帅气的，就人道的。嘿，好，安尼我日本，我先经日本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日本玉林皇太子对唔对？嘉庆君只是民间故事啊，啊，这个日本的这个儒林皇太子是1923年来台湾，伊嘛是一个皇太子哈，啊，伊来台湾遮有去足侪所在，包括台南啊、台北、台中啊，搁什么新竹啊、平湖嘛有去，啊，所以咱有一寡所在有拄到迄款太子宾馆，哈，因就是拢去住伫遐安尼，啊嘛是咧建筑物件，因早都拢款好势要互伊来拢建迄个日本式的建筑，嘿，所以这就是咱的正史甲即款文学作品，还是电视作品无啥共的所在。15还未出来哦，嘿，起码啦，先摕到的就是饼啊哦。好，来，来英。啊，要选倒一个。倒一个，哇，我唔知。不要紧，选一个。糕好，糕饼。啊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糕饼，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。来，加油！嘿，加油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中倒一个所在，因为有大甲溪清气的水源，种做出来做饼的原料品质真好，所以发展出糕仔饼的产业，互人讲伊是糕饼之乡呢，是倒位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糕饼之乡哦。对咯，台中。好，足简单，足简单呢，足简单呢，真正足简单呢，足简单呢。嘿，无我害，无我害。我说伫阮兜伫大理，哦，大理，啊，隔壁尔啦，大理好来，大理对唔对？
解说。答案是红丸。红丸啊，红丸呐，咱迄个红丸遐吼，因为伊大甲溪有流过，啊，咱知影以前若无啥方便，拢是你需要水嘛，啊，大甲溪水质袂歹，所以遐种出来，包括即个旺来，啊，佮有绿豆，啊，佮有伊一寡迄个米粉买磨米粉的即个粒啊，吼，所以伊做出来糕仔饼就是。原料就较好，啊较青安尼，啊因的中正路就是咱即马的迄个糕饼家、糕仔饼家安尼，嘿，所以红丸。好来，即马 K 哦，K 剩剩只要一了，来，咱看这 K 奖金有偌济？5万5，爸无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倒一条溪，因为较早定定做大水，所以互人叫做青梅蛇咧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青梅蛇。青梅蛇。较早定嘿，来，来。他拄仔若讲红丸甲台中有关系，这条溪就是甲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哦。啊对啊。我平时我台南附近的溪吼，一条。对，叫做溪哦。咸水溪，落水溪，落水溪是。落水溪咧。伫台中。婚礼啊。婚礼呢对。加油！加油！台南有这边。台南。足大条的，足大条。你讲我袂记是啥物溪啊？大条甲会使做。安边做啥？做啥？做水库。啥做水库？对啊。什么？做水库。专门溪嘛，专门水库，专门水库，啊，搁有什么水库啊？台南的专门溪。好，确定哦。好，就是专门溪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专门溪对唔对？来，温叔，恭喜哦，得到15000咯。好，这是台江地区因的一个传说，民间的传说，所以有一只蛇，因为青梅啊个。肥肥胖胖，啊，就四界去用去安尼黑白种吼，所以就哪像迄詹文溪，伊还袂整治进前，因为伊就是大概做大水两边的迄款庄仔头啊，因拢会去就是受到灾害，所以就哪像迄只青梅蛇啊，咧黑白种共款，不过后来有整治了后，就较 OK 啊，吼，较特动啊，安尼，嘿，所以是青梅蛇做大水。这个民间传说。好，来，咱今麦进来看温数，好，看阮文家。今麦有41000。来议价咧，有24000。哦，好，进来咧，1秒1000斤。1秒1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是，等下咱来看图。嘿。吼，伊会甲你看啥？你就斟酌看，看是到底什么俗语。啊，几个字阮拢会先甲你讲哦。是，啊，咱即马奖金有偌济？即马有41000块。41000块，所以是几秒？41秒。41秒。啊，毋过3题，安尼对因来讲，较加落去。好，搁加30秒，变71秒好嘛？啊，毋过速度嘛，落啊较紧的哦。一直讲哦。是。不管会晓袂晓，一直讲。啊，若对啊，上啊就停啊。对。啊，咱甲3题尔。大声话，好，尽量讲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哦。好，来。上个咱请出题。 9个字。看到9个字。来哦。来，有哦，看一个爱心，看啥？什么厝边？紧！亲情万金买厝边哦。哎，万金买厝边是条千金安怎？拢总41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尽量讲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哦。好，来。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来。哎。9个字。看到9个字。来哦。来，有哦，看一个爱心，看啥？
什么厝边？记。什么厝边啊？嘿，什么万什么？千金亲情，万金买厝边哦。哎，万金买厝边是叫千金啊呐？千金亲情啊？不是，千金买什么厝？千金买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啦。哦，是远亲不如近邻啦。嘿啦，对啦，哈，来，咱就看秒数。哦，袂歹哦，够47秒哦，尽量讲哦。嗯，好，好来，要第二题啊哦。来，上来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5个字，春天后面。哦，正确。足紧的哦，春天后母面哦。这看还亲像后母吗？太阳卖那个型就是型啊。哦，好，后来咱就要够43秒哦。够43秒，4万3哦，加油哦。4万3哦。来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贝利。哦。7老八十。唔是。头。边啊，迄个是较少年的。无大字。无大字是更高义。差一字。无大字是更高义。啊，正确。足简单的。带无大字，坐金高义啦。哦，是。意思就讲带迄个无大字，会甲你画家、起家，所以我都互你这个家然后扶起来。无唔对。好，来看一秒数。哇，够28秒，奖金28000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来，奖金，2万块。来，咱个金牌哦。哦，金牌。哇，真好看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表来去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感谢。谢谢。明年再过来。谢谢。感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恭喜哦，铁奖金哦。谢谢。